好，咁我之後嘅話就唔喺澳門10日啦，我都交低咗一啲功課俾阿希嘅。首先頭部5、6、7、8 4個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都要翻返去中間。OK， 每打任何一個方向都要翻返去中間。第一，第二嘅就係話每一個點嘅時候個 non stop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OK， 呢個就係第二個部分，就係 round 嘅部分啦。OK， 第三個部分嘅話就係 down 啦。down 嘅時候嘅話 sit。OK， 手踭絕對要對膊頭，拳頭嘅時候嘅話睇唔到手肘嘅，一次過落嚟。係咁，紮馬太過斜得唔得啊？唔得，要將佢收翻嚟。係，因為你要食翻自己另外一個正確嘅馬啊嘛，係嘛？咁大髀仔，好，咁呢個就係單啦。睇住我隻手，嚟多一次啊！我隻手，我由準備動作至到係咪拉過度，跟住翻嚟。OK， 我有冇咁嘅嘅？我係冇咁樣嘅，係嘛？呢個係專哥哥教你嘅單。知唔知道？係你對翻我先，個畫面，個鏡頭你對翻我先，baby。係 OK， 好，係啦。咁如果譬如 Sandy 姐姐或者其他 hip hop 老師再教你嘅佢嘅方法，你上佢堂嘅話，你就跟翻佢嘅方法。但係你上我堂嘅時候，我嘅單就係咁上得嚟。Sandy 姐姐都係同你一樣㗎。係，我知啊，所以記住，會有唔同嘅 hip hop 老師會去教你個單。總之你上佢堂嘅時候，話你跟翻佢就得㗎啦。OK， 總之我就係我呢個方法，專哥哥就係呢個方法，咁知唔知啦 ？OK， 隻手冇揈，係對住我，我繼續。好，但係我發覺上堂嘅時候，我見到拍戲嘅時候，手嘅力同埋大髀仔嘅力嘅話係唔夠，係啊，應該會比較少練。因此翻屋企嘅時候嘅話，呢一個紮馬4聲再打落去4下。呢個紮馬嘅時候，話最少可能佢要 hold 到1分鐘，最少要 hold 到1分鐘，俾佢每一日 hold 1分鐘，去習慣咗佢呢個肌肉嗰個發展，咁樣咯，係啦，咁所以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。呢個練習嘅時候話，請媽媽或者爸爸幫佢拍片，我要佢自己識數4個8，知唔知啊 ？OK， 呢一 part 啦，少少4個，仲有最後一個嘅就係佢bouncing啦，手部要堅持橫向，腳部亦都係打開大學，唔可以太闊啦。OK， 我哋去做bouncing嘅時候話有埋個頭仔 ，just like 7 8 1 2 3 4 5 6 7 8。咁樣去做，最少4個8，最好嘅話一次數係數8個8嘅，你自己做數8。但係記住，請注意腳仔，我就算去做嘅時候，我有冇仔走去啊？就係對住嘛？唔係㗎，係咪？我係釘住地下㗎嘛，係咪？我用腳尖去做㗎嘛，係咪？唔會喐㗎。咁我有冇咁樣啊 ？OK， 唔會㗎，係咪？係啦，啱啦，知唔知啊？咁你個身又會唔會咁樣啊？會唔會揈啊？亦都唔會嘅，知唔知啊？我有一個標準動作就係手部同埋腳仔就係一個大字，堅持動作，堅持標準姿勢去做4個8或者同埋8個8咁樣去做嘅。OK， 記得下翻屋企隔咗呢10日嘅時候，你應該已經識得 bounce 加頭部。唔好再揈啊！有人睇㗎，大佬你第時翻到屋企咧，你自己睇到頭暈啊。OK， 明白 ？OK， 呢個亦都會 send 俾媽咪，亦都 send 俾媽咪。咁就係呢10日裏邊話練好你自己嗰個基本功先。唔會翻到嚟啊！我唔可以快啲咁教你其他動作，快啲咁教你跳舞啊，知唔知啊？OK，好嘅。